為什麼選擇維修達人？手機維修不必再煩惱，無論是熒幕爆裂、手機進水、電池續航差、無法充電，維修達人都能快速診斷、透明報價、專業維修，確保你的手機恢復最佳狀態。我們的優勢：上門快修，無需出門，技師直達服務，透明報價，檢測後報價，無隱藏費用，專業維修，原廠級別技術，修復率高，保固服務，所有維修享有保修，安心使用，數據保護，修復過程確保資料安全，不論是 iPhone、Samsung、華為、小米。維修達人提供全方位手機維修服務。以下是最常見的維修需求：螢幕維修、更換高品質螢幕，保留 Face ID 指紋辨識功能；電池更換、續航力變差、充電異常、電池膨脹；手機入水修復，手機掉入水中無法開機，專業超聲波清洗，減少主板損壞；充電按鍵維修，充電孔鬆動，按鍵失靈，無法開機；電競電腦、商用電腦，專業客製化安裝；手機維修流程圖，這是我們的維修流程，讓你清楚了解手機維修的每一步。1. 手機損壞、爆芒進水電池問題。2. 聯絡維修達人，上門或門店維修。3. 技師檢測問題，免費報價。4. 開始維修，快速修復更換零件。5. 完成維修，測試加保固服務。